准备录影，5、4、3、2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好歌唱给大家听，我是主持人陈伟。一开始要介绍咱的金曲歌王歌后，咱评审老师，第一位黄文清老师，第二位汪三亮老师，第三位殷雅兰老师。好，谢谢3位老师。放弃这届比赛资格，所以。秀兰姐，秀兰姐，朱启林，朱启林，评审老师，各位观众，我即马过来，我唔知影我是不是搁会当继续参加比赛。阿妈当时搁变倒转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个状况真突然吼，咱来甲这个评审老师讨论一下吼，敢会使继续和这个红玫瑰选手继续比赛，来讨论一下好无？为了维持咱比赛的品质，阮的决定是，和红玫瑰继续参加比赛。恭喜红玫瑰！这是老师让你认为败不复活。来，就问一下你今仔。也袂知也会变一块，当初不如来相识。后来，你敢会当了解？祝你幸福，祝。